处断，却看乾坤莫山在。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。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孤独自由在？难道孤独又在？难道孤独山在？又在山在？风花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。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。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。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孤独自由在？快走！什么人？站住！何人擅闯驿馆？哟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？这不是王连家的相公吗？然后胡四姨啊，有通行帖子吗？帖子？什么帖子啊？那就对不起了，胡四姨，这轿子里坐的什么人呢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检查。钦差大人的身家性命在我的手里，你以为我会没事找事儿吗？哎，你，哼，来人呐，把轿子送到衙门去。这，哎，慢！这是钦差大人要来弹曲唱歌的。这是谁安排的？让他和我当面来谈。好吧，那你带我去见马通判，他在林大人那儿。带走。停！马大人，马大人，有何急事啊？胡四姨她……哎呦，我说胡四姨，你怎么回事？还没安排好啊？哎呦，马大人，这不是吗？刚到门口就让这个巡夜官给拦住了。巡夜官？哦，是我安排的，还不快快放行！大人，那通行帖子呢？回去给你补办。蠢货！这……走吧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门外何人喧哗呀？家里的奶娘说孩子的事儿，催我回去。不懂事儿的娘们儿，下官把她骂回去了。林大人，明天我们想请您赏脸赴宴。啊，另外我们还给大人备了一份薄礼，请大人届时一并笑纳。哼，本官是为皇上南巡巡查大典，你们这般所为，不是让我凌某领头辱没朝风吗？
啊！林大人息怒啊！我们这是一点，我们这小。二位干嘛这么紧张啊？啊？正像卢大人所言，有的时候我的话只是小以调笑而言，不必当真的听吗？啊？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二位就如此谦让，为何呀？哎，来，快请坐。不，林大人请坐。林大人请坐。国要治本，廉政是首要，对不对呀？对。但朋友之间的交情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啦。啊？对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是。板桥啊，白天你在林大人面前也太直率了，我真没有想到你会把底给兜出来。哎，也怪我这个人太直了，遇到这种事情，我只好在林大人面前装糊涂了。此时，糊涂便是聪明。李大人，依您之见，钦差大人他会如何发落呢？我等一介布衣，他能把板桥怎么样？又能奈我们如何？真是。汪兄所言极是，大不了皇上来了，不让我们见就是了，那又怎么样？这份荣光，我等不要了还不行吗？真要是那样的话，就不像你我想象的那个样子了。金农说的极是啊，李大人，你是南书房行走，林叔这个人的为人，您该知道吧？是啊，说起来，我和他还是第一次共事。他是当朝左丞相的亲外甥，妹妹被选秀入宫以后，成了当今皇上的爱妃。紧接着，皇上把他从户部调到礼部侍郎的位置上，然后就派他到南方巡视打点。他原本是一个无能之辈，可天意却成全了他，没法子。所以说，你们要是碰到什么不顺眼的地方，最好别去招惹他，啊？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再说，卢大人亲自出面解了围，我看他林叔不是那种小人吧？但愿如此吧。推而论之，朋友之间的友情奉送，朝风就是廉政，也不能连亲情友谊也不要啦。那是说的对。我们千里来相会，前生当是有缘，这已经就是朋友了。对。如果我连这份薄礼都不收下，那我还配做人吗？你说的太妙了，真是知人之心呐！林大人潇洒自如，说话大方，佩服啊！吴某久经商道官场，如此这般的大家风范，我见到的还是第一个啊！哎呀，真是令小民眼界大开，受益终生啊！哎呀，这林大人辛苦了，是不是？大人那份薄礼那明天就送到我的府上，
好，大人，大人这边请。慢点，您慢点。大人一路辛苦了，早些歇着吧。夜宵微臣已经准备好。对，夜宵，夜宵。马大人，你刚才说什么夜宵？什么夜宵？这个，大人回宿便知。林大人旅途劳顿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好，告辞了。好，谢。谁？林大人，你是谁？回禀大人，小女何青青，是麻大人吩咐小女来为大人办夜的。哎呀，这个马大人呐，这不是让我林某犯法吗？小女陪大人夜读诗书，莫非也是犯法了？不犯法，不犯法。哎呀，江南女子如此娇嫩乖巧，如此惹人怜爱，走遍天下也不多见呐。林大人，哎呀，不成敬意啊！请各位代转小玲珑山馆的马氏兄弟。哎，各位坐下说话。好，请，好，请。啊，请。诸位啊，我这次来扬州是专是收集各位画师的书画精品，啊，这也是皇上钦点的。再说，你们这些人也是我要光顾寻访的名家，他灵书再歹读，多少也要掂量一下这利弊呀。啊，李大人，不知圣上何时驾到广陵啊？何时驾到我就不知道了。皇上南巡，天下关注，怎么没有个具体的日程安排呢？朝政风云瞬息万变，不敢多说呀。再说，我只是个小小的宫廷御画师，也不敢问许多。那总不会是有风无雨吧？不然钦差一到，各地调来的女伶戏班、画舫舞伎怎么办？兄弟真是少见多怪，遣散就是了。那些名义上给皇上准备的细软物件，自然要由钦差大人带回京城了，要不然他们千里迢迢的跑一趟，为什么？李大人，有一件事不知当问不当问呐。哎，我说你们能不能与我兄弟相称啊？不要大人来大人去的啊！季农，有话请讲。好的。李兄，明天钦差大人灵书要去画室，
他让我们几个在那恭候他。啊，对了，还让我们带上笔墨，说是到现场作画啊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这是谁告诉你们的？马三贵让马氏兄弟转告我们的。这里面必有蹊跷啊！嗨，天师作画还能难倒我们吗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是，王兄狂言了，随我所意难不倒人，就怕随他人之意，那可就难办了。他们要真是有意刁难啊，那我就回家去。哎，汪兄此言不妥啊！你回到家中，不怕您的夫人耻笑吗？啊？好，各位，天色不早，李大人也累了，我看咱们先走吧。好，走吧。各位先行，不远送了。好，告辞。大人留步。板桥，你留一下，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。好，那我们先告辞。各位先请，不远送。好。板桥，你看啊，好，允喜亲王又给我写信了。啊，是啊，他是一个很重情的皇亲，他要你做他的幕僚，你没去，他很伤感。啊，不是板桥不想高攀，这是……哎，你就不要说那么多了。王爷知道你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，所以他没有强求。不过，他对你的感情确实不一般呐。啊，李大人，哎，又来了，叫我李兄。啊，李兄，哎，哟，是卢大人，您还没睡呀？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刚才胡司仪送来个唱曲的进去了。谁发给他的通行帖子？是马大人亲自打的招呼。胆大妄为！去了哪个官员的卧室？钦差大人。有多久了？至少有2个时辰了。岂有此理！板桥啊，今天能和各位谈天，我的心里真是非常高兴。是啊，我也……谁啊？我。哦，卢大人。哦，是李大人啊，板桥啊，我是特意来看望李大人的。卢大人，这么晚了，您还……是这样。这是大人，别问究竟了，这是马大人安排的。撤回吧。是，此事只当没有发生过，记住，切不要生啊。好，2位，请吧。好，请。躲开！啊！钦差大人到了！让开！让开！钦差大人到了！让开！让开！闪开！板桥啊，你看，今天画室可热闹了，这可是好事啊！钦差大人光顾画室，咱们以后卖画可就方便多了。林大人，这是扬州画派黄胜的画室。此地。各位大人要买画吗？请，大人请。你就是黄申？是的，大人。
我们昨日在莲花桥上已经见过面。扬州的好画师，诗书画天下一绝。先生能应作我的诗吗？行啊，那大人先请。大人请。水秀满四泽，月清韵奇峰。烟鸟孤山寨。今天我倒是要亲眼看一看这位先生是怎么领悟客家的心意呀！啊，林大人真是诗家的奇才呀！林大人能出这种好诗，真是奇才奇才呀！是啊，真是奇才啊！黄先生，你先把这首诗补缺，然后再做一幅画子来。啊，林大人英明，小民佩服。这首诗是有一流的一句寻觅之音，当成今日扬州画坛之佳话了。所言极是。黄先生，请吧。怎么回事？王婶，钦差大人亲自着你完诗，这可是你的福气，别给扬州人丢脸啊！就是啊，你倒是快点啊！就是。黄先生，想出什么好句子来了吗？想出来了吗？啊，有没有好句子呀？你光画也没用啊！你把这首诗先对上再画也不迟啊！是啊，我先画了，琢磨其意，有何不可？林大人，您说呢？黄先生既然是怪才，就允许他怪作嘛。啊，林大人，我看咱们是不是先到别处去看一看，回来以后再来观赏黄先生作画也不迟。是啊，李大人，今日来画室，不就是要领略一下扬州的画风，讨得别样的雅趣？何苦这般着急呢？王先生，别让林大人等太久了啊！哼，想出来没有啊？啊？走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就是，看来黄慎呐，卡壳了。咱们得想个办法帮帮他。是啊。怎么样，黄先生？是不是啊？
是不是要带回家去翻本书才能说得上句子呀？您请坐着进言。来，您坐。快点吧。黄先生是好画师，已经进了皇上要召见的画师名册。本钦差就等着这幅字画亲自送给皇上预览。如果做不出来，是不是请郑板桥他们凑个主意，如何？我应的是林大人的事，与他们何干呢？黄先生要是做出来了，林大人给你赏银。对，赏银1000两。哎，你看，钦差大人亲自出题访友，这真是画室的奇闻和奇趣呀。黄画师也是闽人中的画杰呀，想不到会栽在钦差大人的一首小诗上，真是山外有山，天外天呐！我说你就错了，你就是错了嘛！我错在哪儿了呢？你怎么就不认错呢？水在哪儿啊？我写的是看着水月虚无事是无水无月。我写的呢是烟云驾老君只有烟云没有老君。你说我错在哪儿了？你说，你能说出来吗？明白吗？我错在什么地方？你应该清楚啊！不可能的嘛！我这写的很清楚嘛，怎么会错呢？是不是？这也叫诗？林大人，文人相交，礼数先行。林大人诗画雅致，出题怪杰，令人忐忑。不才弟子在此讨教了。看看写的什么？不是刚才驾老君吧？大人请过目。哦，云漫悬崖松。大人，你看如何呀？水袖满四泽，月清映奇峰。烟鸟孤山寨，云漫悬崖松。哎呀，卢大人，这是一首好诗啊！好诗啊，不愧是李白在世，用词精辟，字字珠玑呀。浪漫洒脱之极呀！诗中精品。好，真是太厉害呀！大手笔写，真是有学问，真是高明。对，林大人，您看这行吗？太棒了！你看对的多好，是吧？林大人，这句诗填的合您的意吗？林大人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首诗应该是礼部尚书张鼐所作。黄先生应和，您笔下没说出的，竟然一般无二，真是天作之合。填得好，填得好啊！是。回去，我看画室了。且，林大人，请您留步，小民有话要说。你要说什么？快说。适才大人说过，如果填出空句，
赏银1000两。能得到钦差大人的赏银，皇甚此生将会大富大贵。混账！你想闹事不成？林大人，这是个刁民，别理睬他。哎，马大人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出坏点子了。哪有钦差大人说话不算数的啊？按时作画，赏银1000两。谢大人。走，谢大人。请。请。这太精彩了！请上茶。请坐。各位大人是很是生气呀！好，行了，来，怎么了，皇兄？还在愁刚才的事吗？今天要不是能有各位的暗中相助，皇甚就要出大洋相了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话嘛？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？啊？说的就是啊！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就太不够意思了啊！对。皇甚才疏学浅，捉襟见肘，今日临头方知晓，实在是惭愧至极，羞不可言。这是我的肺腑之言，希望各位仁兄不要见怪于我。嗨，老兄啊，你听啊，水秀满四泽，月清韵奇峰，烟鸟孤山寨，云漫悬崖松。哎，这首藏头绝句，我们也只是提了个“云”字，而皇兄就能对出来，而且是首尾呼应，对仗工整，令人叫绝呀！好，皇兄坐。看今天这个样子，钦差大臣是准备好要发难的，所以能让这个家伙心服口服，可见皇兄的诗文非同一般呐！对，李善大人当众揭短儿。我看最难受的是钦差大臣呐！要拿回钦差大人请。嚯，好热闹啊！李大人，卢大人，各位啊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！我来是郑大哥，黄大哥。梅子，哦，你们认识啊？哎，诸位，宴席已经备齐了，请诸位入席吧。好，请，各位请。这边请。好，谢谢。是写的好啊！非常工整，卢大人请呼应，难得呀！请吧，请。好，请。行啊。梅子，过来。各位请。请。各位请。请。梅子，今天要跟几位画师好好谈一句。好了，你先下去。是。各位，今天我把梅子姑娘带来，是为皇甚兄弟庆贺的，啊。这是钦差大人让我带来的1000两银票，等那幅画做好了，就让我带回去。陆大人，这张银票我不能收。嗨，你们做什么事啊？总是要和我捉迷藏，这回我倒要听听。实话告诉大人，
那首藏头诗不能算是我看破的。不能算是。我在场啊，怎么还会有假啊？大人还记得当时他们在边吵架吗？哦，有这么回事儿。吵架怎么了？他们在争吵的时候给我点了一个字，那是一首水月烟云的藏头诗。特别是板桥兄给我传了一句烟云嫁老君，才替我解了围。大人不要听他的过谦之词，虽然呢我们是替他提了一个字，可是你要对不出来，那也是枉然呢。对呀，板桥兄说的有道理。黄慎兄的那句云漫悬崖松，天然生趣，补空补得如此之妙，非同凡响啊！你就不要自谦了啊！黄慎在此，承谢各位友人了。银票要收，画子也要做，要不然你让卢大人、李大人如何交差？大家都不要说了，这张银票我们先收着，啊。待黄慎兄画好了画子，我们一手交银，一手交货，如何？来，大家举杯，为了黄慎兄躲过劫难。慢，梅子，把曲子弹起来。大人，雪梅行吗？好，来，大家干一杯。喝，好，干。好，坐，各位请坐，再来一杯。大人这么辛苦干什么？累坏了身子，可是你自己的。青青啊，你可真会体贴人呐！你跟我去京城怎么样？真的？就怕大人说话不算数。你说不算数，那就不算数吧。算数。好，算数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芊芊，过来，大人，下午别再去巡查了，在家歇着吧。那可不行啊！堂堂钦差大人，怎么能将政务视同儿戏呢？不就是走走看看吗？是人都会。听说皇上要来，衙门上上下下的哪个敢怠慢呢？钱呢物的早就备得好好的了，还要你操什么心呢？你可真是个小人精啊！大人，你捏疼我了。哎呦，真的？哎呦，芊芊啊，给我弹支曲子吧。大人，我不会。红月楼出来的，哪有不会弹琴的？大人，真的，红月楼只有钟小梅的曲子弹得最好。钟小梅长相如何呀？小女自愧不如。来人呐！大人有何吩咐啊？怎么是你？
我让他们到一边去了，伺候大人的事儿由我来一手安排。哦，难得你一片忠心呐！谢大人夸奖。你去给我找个人来。哎，那姑娘叫什么来着？钟小梅。你去把钟小梅叫来，给我唱曲儿，弹琴。啊？这青青不是会弹吗？怎么？马大人还给我打埋伏？不敢，下官不敢。只是等到皇上南巡时。哦，什么金贵女子啊？不是皇上，她不见？不是，只是梅子姑娘除了唱曲弹琴而外，别的。哦，我当是怎么回事呢？我有一个青青就足矣了，啊！去，快把她叫来，只弹琴，没别的事儿。是大人，我这就去。白雪压梅，梅开胜雪，花中一绝。香不在蕊，意不在萼，香彻问许，雪天月。不识春风，只识东君，孤香清冽。寒枝凝郁，疏淡幽情，恼人风味最时节。好，妙啊！板桥，你对梅花如此独到精辟，何不为诸位作幅梅图呢？哎，画眉已是圣兄在上，板桥哪敢造次啊？啊，言过了啊！胡四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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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胡四爷！哎呦喂，四姨！哎呦，马老爷！哎呀，四姨呀！马老爷，马老爷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快找个唱曲弹琴的！哎，何青青不是去了吗？他什么都会呀！哎呀，也不知道谁说出了钟小梅，现在他点着名要他。哎，不是说好了吗？皇上来了再让他露面嘛。你别什么皇上了，先顾这个小皇上吧。小梅叫卢大人接去了啊？接哪儿去了？我哪知道啊！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！你这下可把我给害了，这不是我到哪儿变一个去啊？你说，哎呦，这可乱了套了！哎呀，全乱套了。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
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拥有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别大风吹落一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几回，珍惜永久的依偎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